大家收看基础级暨初级认证得分策略。先老大家稍解按理考试嘅题型。考试分做3个部分：听力测验、口语测验、老阅读测验，係用電腦來做。考試嘅時間係30分鐘。接下來，你只會照定兩順序，讓大家來稍解所有嘅題型。係講你想要啲涵蓋到行業能力認證嘅相關消息，你就得到了解行業能力認證嘅網站來看。介了下，你是來開始題型稍解。你先來看聽力測驗樣板考，樣板就會拿到分數。聽力測驗分做2種題型，一種係單句理解，另一種係對白理解。無論你係做哪種題型，大家是會記得先請關鍵詞，兩種類型嘅題目。你都做得分做圖片題，還有順應動嘅題目。接等你來看做得請答案。題型1：單句理解，請你根據你聽到的問題，選出比較適合的圖片或者是答案。每一題都是單選題，然後每個題目都會念2遍。如果是圖片題，我們不用等音檔，先看圖片，了解有什麼選項，讓自己有心理準備。接下來就是要注意聽題目的關鍵字。我們來看這個例題。下背哪種圖係逐個做嘅東西？這個題目的關鍵字就是竹子，逐個就是竹子。題目問：圖片當中哪個是用竹子做的東西呢？於是我們選出照片1這個選項的答案。如果是音檔題，我們便要仔細聆聽。單句理解的第2種題型是音檔題，也就是題目和答案都沒有文字，只有語音選項的類型，所以一定要先認真的聽題目關鍵詞，才能選出正確的答案。這裡的題目跟選項都會一口氣播放完，並且連續2次，所以就像剛剛說的，你要想辦法把題目的關鍵詞聽清楚，再對照選項，你才能夠判斷哪個是比較合乎題目的條件。我們來聽聽看例題。後下調定講來講去，題型有可能發生乜嘅事情？1. 體痛 2. 火燒屋 3. 做太水。大家有聽到這個題目的關鍵詞是什麼？這個題目是在形容一個狀況，要大家猜猜看可能發生什麼事情，所以要能聽懂題目中形容狀況的關鍵詞就非常重要。這題的狀況是：等會講來講去，題會繞。抓到關鍵詞後，我們再來聽所有的選項。選項有體痛、火燒屋、做太水。所以根據題目的關鍵詞，我們對照出來的答案就是1. 體痛、地震